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几项新闻的重点。看到讲，昨暗有铁路警察伫咧自强号列车顶头红台，这位警员李成汉因为回流过节不幸宣告不治。新北市有一间钢铁公司的头人，那抢去互中国吸收去，试探咱的军事机密，今仔日已经受压。英国的大公司调查全世界上好用的护照，统计现时有146国和台湾免签证，世界排名真头前。台铁152处自强号列车昨暗发生铁路警察伫车顶红台，就是一个姓郑某人坐车唔补票，铁路警察赶紧行过去处理。这位李成汉，伊因为和对方拿果子刀堵咧，对巴肚会甲签落，早起8点10分。煞来回流过节，宣告不治。民众翕下影片，国目镜的电线查甫向远镜巴肚钝两下，但远镜也是勇敢将伊的手掠掉的，避免伊个伤人。最后电线嫌犯虽然互压制，但远镜已经失血伤过多，丧医不治。清晨3点都送到加护病房，接着继续在急救。那一直到今天早上7点35分左右，病人的血压、心跳又停止，所以又开始急救，一直到8点10分才宣布急救无效。事件发生伫个3号暗时8点外，54岁电线嫌犯无买票对台南上车，伫个车顶互发现以后，又搁拒绝补票。列车长原本要求伊伫个家己落车，但嫌犯煞开始伫个车厢大细声，只好请警察上车处理。我等他到嘉义下车啊，他说好啊，然后到嘉义的时候，在临时内车监视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跑到第4车去咆哮啊。临时接获通知，我们就派一个人上去。当时也没有告知我们那个状况，那歹徒是临时从他的背包里面腰包拿出利刃。台铁甲铁路警察拢无想到民众会出现攻击的行为，因讲死亡的远镜李成汉是厝内的孤囝，出事以后年纪大的爸爸妈妈无办法接受，要求司法主持公道。但54岁电线嫌犯可能有忧郁症，住伫个台南的某知影以后，真伤心落跪道歉。忧郁症足久无食，伊即摆因为迄个经济压力重哦，足久无食，病起来。铁路警察局表示，将会检讨勤务能力，未来排除纠纷，将会改由2个人执行。台铁列车长敢若配置防身的铁棍通常无办法处理车厢的纠纷。基层的员工嘛，希望铁路局会使增加防身装备。记者洪家川、柯建准、吴正贤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一间钢铁公司的负责人，甲因公司有份股都的股卡，那抢去互中国吸收去。因为因公司在咧贸咱军方的工程，因自安尼来试探一寡资讯方面的军事秘密通透互中国。检调单位顶月日咧甲因约谈，今日高检署搁在讯问了后，依照国安法向法官申请将因收押。珠通电军是国军目前一个发展的部分，即卖却传出新北市一间长期承担国军营区工程的公司，负责人甲合作的人疑似被中国吸收，利用进行工程的机会，试探电子等军事机密，甚至是要发展强谍组织。高检署有在侦办有一个案件，没错啦，在6月中旬的时候，确实有声押获准。目前知悉是2位啦，中共要来发展组织啊，或者是试探我们各项机密的部分啦，我们现在都会严厉的来追查了。所有的案子当然都有可能有发展了。检调指出，专案伫6月中旬收网，除了搜查公司甲客家约谈2人到案，也搁约谈相关军方人士。高检署核准了后，因为2人涉嫌交付机密予中国等强谍行为，依照国安法先押后准。本案是由官兵主动察觉异常，发现承揽国军工程的这个包商，它的施工的内容虽然没有涉及机密的工项，但是在施工期间发现它的行止有异常的情形，所以向上级反映。譬如说像现在新发展的模式，就是这次有破获随着透过包商去了解对方的实体的这一个网络的营区的，譬如说它的布置或者是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兵力结构等等之类相关的情资的泄密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军事专家强调，这摆战争已经为实体战延伸到网络战，尤其中国大力推展自电军种、国军也是，所以自电机密遭到掌握，对国军的战略威胁更加大。
因为过去2年之间，这间工程公司也阁承担空军的石门营区征收等的国军工程，检调无排除继续追查，深受其他泄露军事机密的不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的天狗这到单已经发生4站的案例，拍算是按中西区的东菜市来摊开。今日这嘛休市2日，透早就进行化学封治。天狗这搁咧起地嘛，互台南市民去想着讲4当前的损害。台南的防治中心的专家则讲，毋是讲天狗咧几年就会事件一摆，上要紧就是讲民众，咱要有正确的观念来提防。天狗类防治人员在喷药当中，不管是便利商店还是市场，都是袂当放过任何死角。台南市天狗类本土病例疫情，到现在是累计4例。启用看做橄榄湾的中西区东菜市场，嘛因就休市2天，专门来消毒。市政府的策略呢非常清楚，我们透过呢社区志工的防疫，我们透过防疫队呢基本上去组成，透过社区村里的结合，然后呢让这个社区能够去巡守，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这个组织建立起来。市政府的神经是平条条，展开防疫工作，民间是有学校伫校园内面各处水沟放大肚鱼、孔雀鱼，有效来食水厝。成功阻止网仔的滋生，建附近的社区地方团体前往出金。遇到大雨大水都冲不走，而且我们也都没有养它，自动繁殖，长期有效又省钱省力。2015年，天狗类伫台南市大流行，病例数超过2万例，甚至有112人因此死亡。校园内面来放食网仔的鱼，社区民众大滋侵，家家户户顺道侵入。防疫是敢若全民运动，但是今年迈入第4档，危机又搁升悬，敢讲天狗类疫情会有周期性的发生？对，台南大流行那一年的前一年，高雄大流行，那其实短短2年它就大流行了，所以这个周期性不一定是几年一个周期，然后民众的习惯也会改变哦。大流行的时候，大家看到积水就会清啊，哦，那隔了几年都没有流行，政府又把它控制得很好，那民众也会淡忘哦。虽然周期性的讲法真歹有定论，不过天气暖冬甲降雨，加上民众更加性的降价，今年民众的防疫工作真正是互人烦恼。若是会当唤起民众的意识，全面防疫对疫情才有真正的帮助。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来关心中央的罢工第15日，昨暗劳动部有招劳资双方来会面，针对未来要签的团体协议内底法律的字幕，先催切好。工会方面早起阁开记者会，指责中央公司阁调伊阁咧拖延谈判。另外，资本是委托保全公司保管，这个罢工人员的代保证、护照甲完工证这3项，工会嘛承认讲拢已经交转来因的手底了。中央的劳资协商签团体协约2遍失败。第3号案，劳动部邀请双方代表进行无公开会见会，除了就法律用语磋商，以避免未来协商时阵因为盈利伫延前会议的时间以外，原本劳动部希望双方会当定后一遍团协的协商日期。只是会议进行了2点多钟，也是无定这时间。我们昨天有向长荣航空公司要求，那他们是回复我们说，他目前还在讨论当中，会尽快回复我们正式协商的日期。那我们希望可以在本周内尽快让这个事情落幕。在会后，唐英发表书面的声明，表示双方针对无涉及实质谈判的团体协商架构加法律性条款交换意见，对团体协约订定的时程将有帮助。这种讲法甲工会所声明的几多遍要求唐英提出正式协商日期，无得到明确的回复，差真多。劳资敢若又搁进入了平行的时空，团协的签订时程是一直停来。我们是希望他们在细节上面先讨论清楚来，然后免得说上谈判桌的时候，常常没有办法聚焦。就地外团进行替工会保管空服员三保的保全公司，已经甲工会解约。工会伫早起证实，三保目前是伫咧工会手头，下楼的三保由多一间保全公司接。工会指控讲，保全公司是受到长荣航空的压力而解约。长荣是发表声明驳斥，讲从来无甲这间保全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谴责投控即讲是散布不实的谣言，将会保留法律的追诉权。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看，美国商务部拜二宣布讲，针对台湾甲韩国生产且运载去越南加工的白铁啊、阿鲁米考察帮这贡品，关税上悬要提高到456%，这真大条呢。啊，总是有学者认为讲，美国总统 Trump 是针对越南，因为这回贸易战造成讲真侪厂商刷对越南去生产，台湾甲韩国是去新着拳头配。啊，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是讲，这件代志还未定案呢。美国商务部伫去年7月针对越南输往美国抗辐射性钢品展开反规片调查，伫初三公布初盘报告。美国发现伫越南制造输往美国的耐辐射性钢加磷亚钢，其实使用了来自南韩加台湾的基邦。为了要回避美国反倾销加反补贴的关系，若是越南依然使用台韩的材料，将会自8月初8开始，就相关456趴的天发性关税。这些初判的报告拿到之后，我们才能够评估它的影响，以及呢去提出一些因应的对策。中共强调，绝对无生产地甚至受到冲击，一概了解评估。就目前，台湾所产的耐辐射性钢主要是销到美国，而越南是氯亚钢第一大出口市场。敢若是2018年就25.9%的氯亚钢销到越南。国务局表示，伫咧最近甲业界讨论有可能的影响，并且研究相关的应用措施。使用到我们台湾的热轧钢品，那再去越南那边加工，生产成抗腐蚀性钢品，再销到美国去，它就有可能被课征反规避税。研究学者认为，其实台湾即便是受到风台北影响，因为美中贸易战开始到即马，美国一直提高关税，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不过，厂商回流的效果无好，顶多是东南亚国家受到好处，尤其是越南。像这边提出高压的关税，其实是锁定越南而来。在美中贸易战，越南是最大获利。美国方面可能会对这种所谓原产地规定方面的这个要求越来越加严格。国务局表示，美国若是扣税，越南销往美国的部分钢铁将会停止自台湾进口原料，影响会有偌济，也搁伫咧评估。这个关系是不是真正会到456%，依然需要等待最后的调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讲完，咱换来讲日本。将近要长征的种知影到未来伫台湾也看会到哦。资本是饲伫咧日本东京有诶喏上野动物园的一只10岁种知影高母，或者 Hira， 7月初已经来到台湾咯。现在是伫咧木沙动物园抽血检查，上紧啊，后月日就会当甲咱大家见面。原来猫配着大大目睭，还佫亲像精灵共款的三角形的耳仔，后壁经一条长长松松的尾。这只真奇特，原本饲伫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母的子狗希拉，7月1号坐飞机到台湾，目前正在台北市立动物园进行检疫。用一个日夜颠倒的环境，所以民众进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它主要是以昆虫为主食，那当然还是会提供它一些蔬果类的食物。They very sensitive to the sound or flashlight of the cameras to maintain the eye healthy, to keep the eye will be relaxed. 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只狗是体型上大、野生性灵长类，上奇特是演化器官是细细长长的中指，用来讲着树枝甲树身找物件食。也因为伊身特别，曾经被生物学家误分类是猎奇动物。1933年一度被认为伫野外灭绝，1957年重新被发现。目前全球人工所饲的子狗只有57只，已经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动物红色名录。病原绝种很大原因是因为它的长相可能不像大家想的这么的讨喜，所以它的感觉会当地人会觉得它像是一个小恶魔，所以看到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会带来厄运，所以他看到通常就是会直接捕杀掉。官方表示，生活伫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的子狗，只是伫树枝之间的受困，尾晚时阵才会出外来找物件食。未来所在的新厝已经布置完成，等待检疫工作完成了后，上紧1个月后，应伫热带雨林区哪里馆甲大家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
那警察到要长正咯，台湾也有真侪动物吼，现时已经较罕见啦。像讲花莲倒溪乡清水步道的检查站，有警员咧轮暗班的时阵塞车伫路呢，去抢着一只台湾乌熊。乌熊看到警察的车前顶光影影嘛，踹一条，紧走翻头。这站镜头实在真趣味。时间转来去6月29暗时9点半，花莲玉里分局的警察当要开车去上班的地点清水检查所，向阳发现车头前出现一只台湾乌熊，乌熊嘛踹一条开始一直走，落尾停伫路边的草坡仔，互车来过。看到车灯，他就往前跑啊，跑差不多100多公尺就停在路旁边啊，就躲在草丛里面啊。因为乌熊出现的地点离步道差不多干那剩200-300公尺，所以这段画面去互当地的管理员藏起伫网络面顶，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家己用行去伫山顶，才袂来发生危险。部落的船长嘛利用广播甲民众通知，互部落的人拢真烦恼。这个礼拜大有广播说有熊在这个附近了，所以要小心。那么喜欢找冷热的那个地方，怎么会？南岸不是也有？南岸嘛不是小熊，也有了。花莲林区管理处是表示，倒溪乡山区原本就是台湾乌熊的栖息地，乌熊会向山骹去，一般拢是要找食的物件，民众千万唔通越过。乌熊若是闻到人的味，家己会离开。碰到黑熊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一点啊，然后呢，也不要制造太大的声响，那也不要有太大的动作，就慢慢的朝原来的那个就是路径，然后退离。其实黑熊它闻到人的气味，它也会避免跟人相遇啦。而且根据警方的观察，这只乌熊已经是大只的熊，徛起来差不多有150公分。动保团体是烦恼讲，这挂乌熊若是落山，会打到拍来的人要掠山底的叶仔，还是更少。希望讲部落的居民会当斗3工来巡逻，互乌熊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报尾啊，咱来看英国有一间专门咧办移民的大公司，叫做 Henley and Partners。因调查全世界上好用的护照，主要就是咧调查讲，个人这本护照摕出去，什么人唔免经过签证的国家有较济。现时有146国唔免甲咱台湾要求签证，世界排名30，算是不二啊头前。台湾个人去年出国旅游人数超过1600万人。英国顾问公司hen利公司公布2019年第3季全球好用护照指数，日本甲新加坡做伙列做第1名，台湾得到第30名，10年以来进步24个名次。台湾呢，名列第30名。那这个最主要就是根据护照的好用度，那它的评审的标准是有关于免签或者是护照的可信度。这份报告根据国际航运协会的数据，主要是以免签国家的数量来做排名。日本甲新加坡免签的国家数量有189个国家做伙列做第1名，芬兰、德国、南韩有187个免签国家是第2名，台湾是以146个免签国家进步到第30名，若是中国是第74名。最明显的应该是美国。以前我们去办理签证的时候会非常的麻烦，变成我们只要网络上面提报一些相关的资料。旅游业者认为，台湾护照排名进步真济，主要是伫咧2012年开放台美免签的影响上大。外交部表示，去年协助个人在外的旅游吉人救助有7892件，其中护照落去占6成是上悬的。呼吁个人出国的时阵，爱加利用外交部的赖，有提供吉人救助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讲，要将汉医甲汉药认定做正统医疗的防针。按今仔日开始，全台湾2700几间的中医诊所嘛挂红布条，咧宣传这件消息。总是医疗改革的团体建议讲，咱事上就爱加吸收寡健康方面的知识。万不你若辛苦病痛要问先生，嘛才有才调问到较对当的迄科。伫最近天气较热较热，民众常常出入冷气房，无顺利就会感冒。伫咧过去，民众大部分拢是看西医，验过其实伫咧中医疗法会当治疗感冒。若是人减缓咳嗽、肌肉酸痛这款症头，食中药也较温和，袂有爱困等副作用。像一些金银花、菊花、连翘啊、桔梗、甘草这些，其实它都有一些很好的抗菌的效果。所以其实如果使用的时机得恰的话，其实是效果是可以很显著的。中医师工会全联会表示，伫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宣布，加中医中药列入正规的医疗治疗方针，尤其中西医整合治疗，譬如讲辅助中医兼顾等疗法，对癌症、慢性疾病的控制，伫临床上已经有真侪实际案例，
会当延长病人的存活期。就为了要推广中医，自4号开始，全台湾2700间中医诊所将会公布挂红布条，提供民众就医的另外一个选择。哪一类的感冒，其实中医师也可以去看，而不用都跑到大医院或者吃西药。怎么样的情况下，那是中医没办法处理的，让民众不会误差到。中医师强调，有真侪国际医学期刊已经证实，西药的抗生素若真多，可能会引起细菌的抗药性。不过，中医疗法会让大幅度降低研究对人体副作用。就医改会时建议民众，感冒无一定爱看医生，知影安怎自我照护、聪明就医，这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食酒塞车掠着搁再犯的满满是，过去5天按起来有43万人啉酒塞车去互处分，其中有88000人，搁是2摆以上的这再犯的吼。彰化县地检署今仔日就带这食酒塞车再犯的人士去到市立殡仪馆，互因入去踏斗摒扫，望讲用这款社会劳动的体验，或者食酒塞车搁再犯的人会知通惊。灌水桶提倒步，一群人伫彰化市殡仪馆的灵骨塔做摒扫，有人切窗仔门，有人穿黄金红的架仔。不过，因拢毋是清洁人员，因拢是再犯啉酒塞车的人来殡仪馆，以性命教育的方式做社会劳动体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说，活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利用我们还活着的时间，我们可以服务民众，我们可以珍惜自己，我们可以照顾我们的家人。这是一个对生命的尊重。彰化地检署表示，这是彰化县头一摆举办这款活动，有17位再犯啉酒塞车的人参加，希望透过这款方式，让因会当了解食酒塞车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来提醒家己、珍惜家己，要别人的性命。不过来参加的人，却有无同款的看法。有诶无，毋捌来这种所在吼，来感觉怪怪，爱等伊就想讲伊是安那。啉酒的来这种所在服务，家己莫啉安尼尔，家己莫啉较有效啦。啊你啉的吼，莫出去安就好啦。啊无你或者嘛无效，或者做嘛无啥效。有人认为到殡仪馆做摒扫，确实通互人警戒。不过，嘛有人感觉这款方式对主动再犯食酒塞车根本无效。彰化地检署表示，敢会当降低再犯食酒塞车，也阁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不过，其他的县市只是到殡仪馆做道路安全讲习，若通亲身体验的效果更加好。刷落来，逐个月会举办2摆性命体验教育。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大代志，咱来看蔡英文总统早起去到新北市三重埔的新社宫参拜，因为新社宫的董事长李乾良，这就是国民党新北市党部的主委，敢是调工来人的所在探头。蔡总统讲，伊是来救生命、保庇台湾。不过人问起讲，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批评讲，现时的政府失德比欠电较严重。蔡总统因讲，安尼批评是较无理。搁再讲，台湾现时嘛无欠电呢。总统蔡英文4号早起到新北市沙林埔新社宫来参拜，不过新社宫的董事长李乾良，同时嘛是国民党新北党部主委，是毋是来踏着因的地盘？蔡英文敢若讲是来祈求新民保庇台湾。向问到国民党5位初选参选人拢支持爱用的核电，高雄市长韩国瑜更加批评蔡政府失德比欠电更加严重。蔡英文是反击这款的比喻真无妥当。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还有他们的候选人对于绿电跟核电的本质都缺乏完整的理解，而且对于很多的资讯跟资料的掌握都不足。我要在这里要很清楚的讲，台湾不缺电国民党5位初选参选人拢质疑蔡政府经济无变好。蔡英文讲5月报税，人民对减税感受真大。搁质疑各大民工无少着把财产拢摕出来，若要做6岁以下囡仔国家来饲的证件，无应该把家己的家产摕出来讲。0到6岁由国家全部负担的话，确实是一个财政上不可承受的负荷那但是
是这个跟个人的家产是无关的哦。外团立法院修法管制退休的将领到中国，是因为执政党无信任着国军。蔡英文质疑放话的人是毋是有代表国军的身份，嘛强调对国军是真有信心。毋过过去有案例，即嘛是甲规范做较严的。记者欧文良、陈佩瑜新北市报道。总统早起伫新北市，隔壁台北市的市长今仔日早起伫上海。咱看到讲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早起开幕，上海市的市长这位伊姓应，单名就是勇，应勇市长伊也提出讲，两岸是一家人。台北市长郭文铁致辞的时阵，嘛同款佮赞一句两岸一家亲。郭市长佮强调讲，爱互相认识、了解、尊重、合作、佮谅解这5项的原则。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0周年，今天上午正式举行开幕仪式。台北市长柯文哲跟上海市长应勇都亲自出席主持。大家所注意的双城论坛总算登场，今年以创新合作未来作为活动的主题。上海市长应勇伫咧致辞时阵提出两岸一家亲，台北市长郭文哲也回应讲，秉持两岸一家亲甲5个互相原则，互相交流，增加善意。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亲望亲好。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持互信的态度及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彼此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只要有利于增进双方人民福祉，只要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身为台北市长的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郭文哲维持一贯的两岸论述基调，拍安全牌，就惊讲如果比外界抹红。我觉得两岸一家亲的态度就是说，我会善待你的人民，但是我也希望你善待我们台湾人，就这样，就表达这种。我想按这样来台湾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还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这边双城论坛，厦门大商会长吴家莹要来参加，伊同时也是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小组的成员之一。针对郭文哲两岸一家亲的论述，吴家莹表示，伊家己较支持韩国瑜所认同的九二共识。郭文哲是回应讲，大商上支持的也是会当趁钱的。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初选昨暗上尾场国政愿景发表会，主要是咧讲经济、财政、能源甲环境的议题。这5个参选人拢发共声，支持继续运用核能发电。今日透早，咱看到参选人郭台铭嘛去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拜访，望讲伊家己的政见会当得到共党的未来赞同。今一暗才结束国政愿景发表会，4号早起就马上去立法院，经鸿海党市长郭台铭拜会国民党团，希望家己提出的政见会当得到拿下立委的支持。今天要做一个大破大立的总统，没有立法院的帮忙是不可能的，这第一个。所以今天来跟大家，首先呢做一鞠躬，要谢谢，将来要让各位。国民党总统初选最后一场国政愿景发表会3号开始，主题是经济、财政、能源及环境。5位参选人拢表态支持继续使用核能。在安全无虞以及人民同意之下，政府应该要继续使用核能，以及重新启动核四。我主张以法国为师，以减碳无煤为目标，以核养绿为方法。我当选总统，会立刻重启核四。我们希望有一天走向非核，但是在目前，我们必须核能是核尽启用，在核安以及积极处理核废的态度之下，我们核能核尽启用。有关能源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发展绿能，务实使用核能。至于核四的未来，我们认为必须要由全民来做决定。电力要够，电价也要便宜，所以核四一定要恢复。我更认为，绿能的产业是我们未来发展经济重要的产业之一。另外，顶一场郭台铭提出0到6岁国家期，和各方批评，昨嘛搁再变成焦点。0到6岁的孩子，国家一起帮你养的政策，一定会实施，一定会实现。就算散尽家财，也是在所不惜。低所得的才国家养，这才符合公平正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花的每一块钱都是大家的钱，要不然就花掉下一代的钱。
郭台铭董事长跟朱立伦市长互相指责对方不足的地方，我个人完全都同意。最后一场公正式的机会，5位参选人各自出调向选民来推荐家己。电话民调8号到14号要进行，国民党固定赢，达成部分的共识。这段期间禁止市会甲手机的拜票，将会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举控机库，15号就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近来南投地有几样角头。迄个细只乌狗虾拢烧甲四界有，即个狗虾行名叫做油星琉璃虾。大城伫咧国城，伫咧埔里。最近德山家嘛来钓着，德山镇公所已经制作头狗虾药剂，要互因食饲了后，才烧转去狗虾收内面喂互别食。专家咧讲，即款狗虾会遮高生炭，就是即阵气象会用讲真热，佮真湿，才会愈来愈大阵。民厝的周边是乌索索的狗徛，有的死过数，有的爬满条的周边。不少民众表示，最近受到这乌狗徛侵扰后，生活是受到影响。就是山上也很多，然后我们街上也蛮多的，然后都会跑到我们室内，甚至到房间。南投第三点引起皮肤红疹过敏，这本土种的油。地啊，去互订300外桶淡的化学废品，到单已经超过100天啊，拢还阁找无主。尤其淡遮风吹日晒，民众烦恼讲废水早就流落去涂骹底，甚至惊会影响到水源头。不得已，新德县政府可能先动用公款来清除遮的废品。1年300多桶。一桶搁一桶底有化学废液的大桶啊，就安尼互人凊彩放在空地啊，却发出一阵搁一阵的臭味。新德县怀山乡沙坑村检疫自来水流出口附近的一处空地啊，3月间去人放到300外桶不明成分的化学废液桶，当地民意代表接到通知了，大家附近的居民做伙来到现场关心。这些废气桶一直堆积在这里，也没有办法来处理，清洁队的部分也没有办法来处理，环保局又一推来推，怕东西会留下我们取水口下方，所以居民非常的忧心惶惶。新德县环保局表示，这个桶仔内底底的液体，经过检验了，已经确定内底含有部分的重金属，另外 pH 值也比标准较低，将有可能会造成人体上的伤害。为着要避免污染变大，可能先动用公款来代为清除，等到了再来要求还款。后端需要进场处理的费用有一个数值出来之后，我们才会在县府里面去签核准预算，来做一个发包的一个动作。环保局指出，已经发文了地主，要求因在5号进前提上初级计划。含搁在目前来看，地主家己清理的机会无大，后壁环保局会先行处理，差不多过外围了，会使甲现场清除完毕。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看屏东。屏东市民和国校下校口有一丛100年的青仔树，顶日因为雨伤大，记载袂掉，规丛倒去。但经过专家判断，已经无再条搁救了。学校认定讲这也是真好的机会教育，特别举办活动，互学生囡仔陪伴这丛老青仔树行最后一逝。屏东市民和国小学生啊，分搭啊来向倒伫涂骹的老青仔告别。学生甲附近的居民对着这丛有100年历史的青仔充满着回忆。有真侪学生捌爬起伫树仔顶耍，
嘛有人伫树骹歇凉，树仔倒去，大家拢真唔甘。谢谢他在那边伫立那么久，然后陪我们读了60年的书，接下来还会再种1颗新的，然后可以继续陪下一代。我听爸爸说，他以前常常在那边玩捉迷藏，就是心里很不舍，因为他陪伴了我们那么久。学校门口正平有3丛老树仔，其中1丛因为雨伤大，制作袂了倒去，已经无法度扶正，只好错掉。学校认为讲这是给学生了解生命价值的机会，所以伫树仔错掉进前举办追思的活动。生命是无常的，不管是植物或者是我们的亲人都是。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让小朋友体验我们生命的离开。如果说碰到我们的亲人或者像我们的榕树，他离开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来去调试。囡仔伫老树头前唱歌，陪伴老树行最后一逝，祝福老青仔到另外一个世界会当过了幸福。民和国小借着这场活动，甲学生仔珍惜甲亲情朋友斗阵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解说。今日咱来讲几句甲树有牵连的俗语话。常常咱听到人讲一句“食果子拜树头”，有影啦。咱看到讲学校带学生囡仔来背老青仔树，惊上尾一逝，嘛同款这种的心境。毋过这句话大家会晓讲，正经会晓做的也是少人有。因为另外一句甲树有牵连的俗语话，讲爸母疼囝当流水，囝咧想爸母那像树尾风咧。观众朋友，尤其讲咱这老辈，咱这爸母事实讲，咱咧甲想一个较开咧，想一个较长咧。咱人的感情，自本就是向下，较无咧向上。因为咱的幼囡仔，红幼。总是爱看顾嘛，莫讲咱的囝咧疼咱的孙，连咱家己嘛足疼咱的孙呢。咱这老辈，这时代上要紧就是你身体要顾好。咱嘛看到新闻内底，专家咧讲，你要吸收一寡健康的知识，万不然若讲身体有辛苦病痛，毋则会晓找对当的先生。尤其咱这少年朋友，国政嘛诚意甲你拜托，现时全世界头一个台语电视台。公视台语台已经开播了，你就要招你的爸爸妈妈伫厝里，一天看4则新闻，吸收上新的知识。身体若顾好，知识吸收好够，咱就毋免惊讲无风无摇的倒大树。即句无风无摇倒大树，就是讲做人毋通挂无事牌。毋过万项代志拢爱提防，天高热，世界咧炭，咱也会晓提防。会晓穿一寡拼一寡，咱厝前厝后才会脚桶，树头徛有栽，就毋惊树尾做风台。阮公司台语台咧做节目嘛相像咧，用上界专业、上界正宗的台语甲台语文的字幕，互观众朋友你看一下。阮认真甲节目做好，阮无要鼓舞你别项啦，因为我听我甲你保证，每一项一工长落落，每一个节目人员阮敢若一项。爱食饱啦！阮认真做节目，你若安尼甲阮小报，较侪人来看咧，阮就足欢喜的。若欢喜，咱搁来做味菜。顶日国政所做的味菜，其实朋友你拢知啦。讲做迄落薄仔悬、讲仔矮、薄仔放尿互讲仔底，这薄仔甲讲仔会当对换。你都咧讲台湾茶，咧药一定是茶区，一定是茶罐甲茶杯啊。今日咧做就无共啊！今日咧讲的主题，这树毋是答案，是题目。我做一摆，互你摇3条。头一条，咱来摇咱上简单的人体的五官。讲一丛树2配合，活来活去看袂到，要摇咱的五官。搁第2条，咱来摇日常生活，咱看会到日用品。讲出门一蕊花，入门一条瓜，这我那花草啦出门一蕊花，入门一条瓜，要摇啥？日用品。那天气有变化的时阵，拢用会到。搁第3条，咱来摇一个大自然的景致。这条你甲记起来，互咱的幼囡仔学袂歹，因为即摆幼囡仔伫咧都市生活，较罕的看到即项物件。大自然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树顶一块碗，雨来底袂满。咱若伫咧看网络直播的朋友，国政讲即句话，你紧去留话，留互咱的小编开讲，互大家
开心花。咱赶紧过来关心南投草屯遮吼，平南里出产奶鸡真出名，奶鸡的色地甜度，甲食起来气味，消费者拢真喜意。在遮奶鸡树拢是由3丛已经100年的落去接话，这3丛的奶鸡树，正表示出平南里的历史发展。草屯平南里是位伫99号山脚中潭公路边啊，这几片的奶枝树，当初拢是对着3丛已经有100年历史的老丛开始，发展到现主时，有200外户的民众拢是靠着种奶枝来过生活。我来这25岁呢，大家都看恁安尼经营了遮出事的安尼，遮收成绩好搁快种，伫这丛接的，内底还有一丛咯。伫这路中接的。虽然讲今年奶枝收成无好，不过草屯这边因为天气好，日头嘛有够，奶枝同款是真大粒，而且是食起来真顺口，汤嘛真济。到了大出的时阵，定段是食袂完。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民呢，他们开始用多元化的经营，他们种玉荷包，还有种糯米种，这样子的话，产期大概可以拉到1个月左右，甚至更多一点。此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菜市农民，他种巨无霸的。那个经济价值更高。目前草屯镇奶枝种植的面积大约是500多公顷，其中有将近一半是种伫平南里内底。规粒100年奶枝树一直伫拓种，100年来平南讲是守护着村内人。那守着这平凡的庄脚，是用了全台湾上优秀的乌叶奶枝产区。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彰化八卦山顶乌叶仔奶枝，那5日做价就大出，当时吼。当好价的时阵吼，迄大出啊，介绍买甲讲一斤产地才5块尔，市面吼7斤100，甚至10斤100都买有。想无到讲旧年冬天都无啥寒着，八卦山顶乌叶仔奶枝产量剩1成尔，来到产地介绍煞称甲讲1斤就要80块。这几冬气候无稳定，果子受到暖冬影响，奶枝的产量是愈来愈少，价格嘛得咧愈起愈悬。2016年分红的乌叶仔奶枝，产地价格是1斤40块，过当年起到50块。去年2018产量有过去6成，价格全落甲剩10几块。想袂到今年奶枝的产量只剩1成，产地价格发到1斤80外块。今年就无啥物买大盘的收啊，就无物件通交啊。价小最好的，阁是无物件。农民表示，因为会当收的奶枝真少，有遮尔好的价小嘛是趁袂着。嘿，今年我的乌叶，阮家乌叶完全无收啊，80无法度啊。趁无？嘿啊，都有80，咱就无。啊，若有8块，咱就有啊。这就是农民啊，看天食饭啊。来到市场内底，有卖奶枝的果子蛋嘛无济，因为价格阁伤悬。物件产量少啊，少就无物件，无物件就是贵啦。分恒农会总干事强调，奶枝的经济价值有限，价格起起落落。农会嘛已经开始辅导农民改进家比等等较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提高农民收入。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毋但干那奶枝大出尔，山仔嘛大出。咱屏东中治乡有一个农民李凤忠，伊这个种是中华的种，用早咧种槟榔。因为槟榔的价格较会波动，伊配合政府的政策，槟榔树仔错掉，用自然的农法来种下雪这个品种的山仔。逐摆若咧出货的时阵，咱就看到讲，这个李凤忠先生真无用，甲这下雪的山仔拢景景哦好势，互消费者真正食到下雪的山仔真赞的气味。这个就是说，让它捕捉一些夜行性的昆虫，尤其是开花期，如果让它钻进去的话，你的这一串花就没有用。农民李凤忠为了减少除糖剂的使用，特别伫果子园装掠糖灯。其实伊原本种槟榔，毋过经济效益歹，佫会造成水土保持的环境问题，所以伊甲槟榔错掉，改种下雪这款山仔。伊佫报名农业大学学习济农业知识。等它大了以后，它自然就会靠在这个压管架上面。那你的枝条有个支撑，它第一它不容易断裂，那第二它的果实会比较大。李凤忠为了提高采收果子的效率，
特别控制酸亚树的管道，伊拢无也化学药剂做实，伊对品质要求真严格，逐摆出货拢会全干净，希望让消费者感受下雪酸亚上好的气味。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而且它因为它本身就是像起来像在吃土芒果一样，可是它的肉又非常的饱满，所以非常的好吃。逐冬的5月到7月是下雪酸亚大出的时，李鸿章讲，为着让家己的品牌同人知，已经注重包装，嘛有申请3销履历，让各界的资讯公开透明，毋茫介意下雪酸亚的人客，拢食了会安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酸亚，咱嘛知影讲爱文当普遍，爱文咧分吼，你若用机器来分，干来当分大细粒、分重量。结果咱来看台南南化分级包装厂内底吼，有一个专门竞酸亚的高手，伊姓毒或者毒秋桂，好吼，伊敢若目睭眼咧看色地、看品质，紧搁准。一工经过伊的手底上万粒的爱文酸亚，咱来看伊甲咱教讲好食爱文安怎样竞。毋若用目睭看，手会目斟酌逐粒爱文的品质，无到1秒的时间，就已经甲爱文分级，又搁紧又搁准。伊就是酸亚的专家毒秋桂。伊讲竞酸亚无啥物撇步，主要是望了久、看了久。当年爱文咧大出的时阵，经过伊的手所竞的酸亚，一工都有上万粒。啊，就看目睭看质地啊，看质地啊，看色泽，啊大细粒。个看，好人扛落啊，会啊尔啦，无1秒的时间，差啦。这是台南南华区农会分级包装场，遮侪农民在规车爱文来遮分级包装，才交予农会去卖。机器会使分爱文的粒头大小，也甲重量，也毋过机器分袂出来色水甲品质，就要靠人的目睭甲手去拣。好诶，歹就爱人看，机械无人选啦。毒秋桂表示讲，爱文的色水愈红，甜度愈悬。若是色水红了，真招闻，而且摸起来10白，这种爱文上好食。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的白宫，这是美国政治上上界高峰的中心点。咱分林理论竟然有一个主题张经义，伊做媒体记者做甲讲去白宫就近采访美国总统拜登外，伊也是白宫记者这个范围内面唯一伫咧看中文的媒体服务的人员。近来伊倒转来到故乡分林，甲乡亲开讲这几年来伫咧美国总统边仔采访眼界到的代志。美国白宫，美国政治的心脏，通联世界的枢纽。而美国白宫也是我上班的地方。记者张经义有美国10年的采访经历，其中8年拢伫美国白宫出入，经距离观察美国总统，写出第一手的报道。进前伊对着美国总统 Trump 到日本参加 G20 高峰会，伊要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转来到台湾的故乡分林，和乡亲分享伊精彩的经历。我觉得现在缺少的就是走出去的那个自信，在世界的舞台上面，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对我们自己语言是要有自信的，那你才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面跟人家做竞争。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登上美国的总统专机空军1号。要对分林2轮行到美国白宫无简单。张经义31岁，就正做是头一个得到白宫外方也有白宫记者协会相顶认证的华人白宫记者。伊也是白宫记者团当中唯一的中文媒体成员。我在德国柏林。Bonjour, bienvenue à Paris。如果大家呢这个努力，我们都有机会走出台湾，把荣耀带回云林。张经义的演讲为分林的乡亲开阔国际观，伊把家伫咧美国权力核心的地区观察写作是《白宫意见》这本册，希望要带予台湾社会一个无同款的角度来思考国际情势变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今仔日7月初4，伫美国的时间就是因的独立纪念日，也是因的国庆日。啊，不过今年美国总统川普毋若要学北韩，讲举办迄个大阅兵，启动大批战车甲军机，佮拍破美国的传统，要伫咧纪念林肯总统的纪念堂头前，发表明年竞选连任的演讲。照讲，美国的国庆日是无咧干涉什么党派，啊，川普安尼变，惊会去刺激到国内民众的对立。
要参加4号美国国庆日大阅兵的美军战车已经陆续运到华府林肯纪念堂头前的广场。为了避免战车顶军车跌下路边，这士兵真细致伫路边铺着房仔。对川普计划伫今年国庆日举行大型阅兵行动，甚至拍破总统无伫国庆日发表政治讲话传统，民众出现无共款的意见。I'm not in favor of spending our tax dollars on an event that is set up basically to stroke the ego of a narcissistic person, namely Donald Trump. I think it's he's a president and he has an obligation to talk to the people. And if that's what he wants to do, and if he wants to do it on the steps of the Lincoln Memorial, I'm all for it. 川普经第3回推文中表示，今年国庆活动配合伊的竞选连任主题，并列入国军演讲的内容。CNN 指出，今年美国国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将佮提供250万美金，将近7800万台票的经费，而这钱原本是用来改善全美国国家公园的预算，竟只是今年活动经费真细部分。反战团体3号伫林肯纪念堂外口批评川普将国庆日政治化、军事化。This decision by President Trump to hijack the national holiday so it is a Trump special day is wrong. 因为川普这项决定，未少川普支持者甲反对川普的民众3号伫白宫外口互相叫骂，明显搁一摆激化美国社会对立。记者综合报道。天灾地变一世纪有，印度的大城市孟买顶日透迄个10年来上届大阵的大水雨，现时知影讲已经算断11条的性命。还有美国真出名的金品威士忌的酒厂，伫美国肯塔基的仓库熊熊煞来盗火，到今还未拍花。还有意大利斯通玻璃这块岛顶头有一粒火山，昨爆发2摆，甲遐去游赏风景的人客吓惊甲跳海逃生啊！引擎高冲击力天顶，甲日头炸掉咧，会当看到规座小岛拢去互火山呼打掉咧。伫咧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超700公里的特隆伯利岛面顶的活火山，伫当地时间初3下晡4点外，小连2届强烈喷发，喷跳关闭2000公尺，喷发的规模是2007年以来上大的一届。喷出来大量火山灰甲熔岩伫岛上4界引起火灾，一个爬山的人不幸去石头牵着来死去，有30外游客封闭讲爱跳海的逃生。当地政府已经派出海军军舰到这个小岛，分配甲游客机面载走。消防人员佫继续伫岛上拍火搜救。镜头所来去印度西部，拄着10年以来上紧绷的大水雨，除了已经伫明尾造成27个人死亡，离明尾超275公里的提瓦里水坝，初3的时阵发生爆花崩起的意外，目前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13个人找无。当地已经出动紧急小组加入去搜救的工作。印度气象局昨发布警告，接落来几日天，明尾部分的地区会出现更较强烈的大水雨。过来看美国近前发生的火灾，美国真有名的金宾威士忌，伫美国肯塔基州的2座仓库，当地时间初2暗时11点外，那就去互信卡卡着引起火灾。虽然讲目前消防人员已经甲其中一个仓库的火势控制掉咧，毋过另外一个仓库嘛是同款继续伫烧。彭博社报道，这场火灾可能已经甲45000桶的威士忌烧掉，一个超市300万美金，差不多是新台票90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东京起一座新的体育馆，主要是要赴明年东京奥运，现时建设9成完成咯。明年奥运的开幕、闭幕，还有田径，也就是走标的比赛。拢伫咧遮。色彩丰富的观众席顶头有大型荧幕，2020东京奥运甲帕运主场馆，初3开放媒体入去翕，会当看到外观内部大部分已经完工，加上运动场是还未铺草。で建物はご覧の通りですね、もうほとんどできてますので、あとは、内装とかですね、設備関係を仕上げに入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这座主场馆在东京新宿区3年前开始起，用1500亿的票，差不多新台票439亿打造，有33楼悬，6万个观众席，座位分5种色水，上款的部分天空棒外形厝顶加插座年前，已经是今年5月完成，工程预定在今年11月完成。でこれを残りの5ヶ月で、しっかり仕上げていくと。木を植えたり、こういった舗装を仕上げたりですね。主场馆正式完工了的第一场比赛，也是每年元旦的天虹杯卡球赛决赛。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赶紧来关心各地头详细气象。咱看到讲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上低29度，上悬33度。另外来看东部上低30度，上悬35度。新闻最后，招你同齐来看温布顿网仔球比赛精华的画面。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